日既係各位跑渣打馬拉松嘅日子，亦都係呢一架 C-Train 喺觀塘線同將軍澳線進行馬拉松嘅時候，跑咗幾圈。除咗將軍澳站之外，真係幾年都冇見過 C-Train 踏足將軍澳線車站以及寶林側線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。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